好，来继续来看总统府公布520就职典礼内容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以简单为主，敢若邀请200个人来观礼。桌顶有刻无同的礼盒仔礼品，顶面拢有印520的字样。其中一项送予来宾的礼物有淡纸巾啊，互手送台湾造型的纱纹，拢甲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系。这回520就职典礼一切简单。目前的邀请的宾客会在200出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还邀请了防疫国家队。2016年520总统就职典礼，庆祝总统蔡英文上任，过去的情况2020年袂阁再出现。蔡总统伫总统府宣誓完了后，就职演讲，对室外总统府前转移到台北宾馆，连国的嘛取消，不过应该为设计免去减。这回520主持甲4个无同意向，陆山代表台湾精神，手牵手是伫疫情中人民相挺，伊也是注意听国旗的飘扬，是主管的心声。总统的这个两岸的政策呢，始终都是稳健一致的。好，拢是因为这回总统蔡英文就职演讲，针对两岸会维持过去所提出的坚持完整，但是袂冒进。以及和平对等、民主对话8字，就等520当天就会当知影。